今年2月初，家己报道的喇嘛队发现9只乌面腊八中毒，敢若救回来2只，到今日野放。保育团体指出，乌面腊八恐惊是因为生态堆缩小，食物欠缺，才会去食到死鱼啊中毒。放出来的2只乌面腊八看起来真有精神，准备要来放线。这是今年2月初，伫布袋盐田喇嘛地发现中毒其中2只乌面腊八，虽然经过治疗已经恢复健康，不过另外7只救袂回来，已经死亡。那可能就是误食到的这些所谓的死鱼或产生的这个肉毒杆菌。保育团体表示，即摆中毒的乌面腊八，互人发现的时阵，体格看起来拢真瘦，这是无正常的情况。乌面腊八应该爱食足侪食物，才有体力佮飞转去，无应该是这种体格。这个地方的湿地，它有160几公顷，已经被盖太阳能光电，那等于说它的栖地已经缩小100多公顷。那不只是栖地缩小，这已经消失的100多公顷的湿地，它相对的它的食物也减少了非常多。乌面腊八感染病毒，较接是因为食到死去的鱼仔。保育团体表示，今年观察乌面腊八伫布袋盐田喇嘛地上侪数量有827只，如果食物真是无够，嘛无怪发生这种问题。是希望说我们的养猪大家一起共同来爱护这个黑面琵鹭哈。如果你鱼池里面大概有这个病死鱼的话，尽是把它捞除后才能避免这个黑面琵鹭的一个误食。县政府表示，乌面腊八中毒也是上散的情况，甲栖地缩小是毋是有直接的关系？这需要时间来调查，会继续配合保育团体来记录相关的资料，保护这特当飞来台湾的乌面腊八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